喺右邊單刀斜傳中間，劉榮亦到啦一彈，好嘢！對方嘅龍門呢係艾力披恩係救出㗎。紅衫香港隊球員嘅努力咧，足以喺上半場咧得到報酬啦。今次嘅主角就係鍾楚維喺左翼嘅突破斜傳中間，劉榮業扭過對方嘅球員起左腳命射，皮球咧就喺艾力披恩嘅額頭頂啊！快到咧連佢反應都來唔切咧，個網已經喐啦，1-0。當年院會同埋香港隊嘅前鋒組合鍾楚維同埋劉榮業咧，大家合拍射入咗呢場比賽唯一一個入球。下半場之後，香港隊繼續施加壓力，鍾楚維右邊假身呃過傳中，鄧鴻昌咧頭槌頂咗出界。咁其實鍾楚維本身亦都有機會咧，自己可以射波入網㗎。我哋睇睇呢個波啦，起翻身，用翻左腳一射，但未咧係彈翻出嚟。劉榮業最後保中唔入。咁最後球證場地一名，香港足球代表隊唔單止揚威呢個新加坡，係晉身去到第二階段嘅外圍賽，更加為香港足球歷史寫下足以自豪嘅一頁。